每位兒童嘅發展都因環境嘅變化而有所不同，學校就擔任重要嘅角色。青州中學喺針對兒童嘅成長以及發展上有住豐富嘅經驗。幼兒教育係十分重要嘅教育階段，良好嘅幼兒教育奠定學生幸福人生嘅基礎。喺課堂上面，我哋重視啟發學生嘅興趣，培養習慣，發展思維同埋能力，令每一個學生陽光、健康、全面咁樣發展。喺課堂設置上，青州中學幼稚園秉承住輕鬆愉快嘅課堂方式嚟幫助幼兒喺獲取知識嘅道路上茁壯成長。我哋嘅課程從小朋友嘅生活同興趣出發，為小朋友創設更加豐富嘅學習體驗。我哋嘅學生每一日都有充足嘅時間進行戶外體育活動，同時增加外出郊遊同健步行，嚟鍛鍊學生嘅毅力，令到學生更加陽光同埋健康。我哋重視學生嘅語言學習，幼兒階段係語言學習嘅黃金時期。我哋有外籍英文老師入到課堂，小朋友喺輕鬆愉快嘅教學活動中自然學習英語。另外，我哋喺 STEAM 科學探索區隔活動中，學生透過動手操作，培養自主學習、探索求真嘅精神。喺藝術活動中，去發現體現生活中嘅美，以及創造美。我哋係學生識字同閱讀落咗好大嘅功夫。多年嚟，我哋堅持開展親子閱讀活動，帶領家長共同培育我哋嘅小朋友。10年樹木，百年樹人。喺幼兒教育嘅事業上，青州中學將全心全意為兒童嘅成長同發展保駕護航。我哋為學生搭建更加多元嘅表達同能力鍛鍊嘅平台，安排唔同形式嘅活動，例如兒童劇、兒歌樂、音樂會、運動會、美術展等等嘅活動，令學生嘅能力得到充分嘅展示同鍛鍊。我哋改變單一嘅紙筆測驗同考試模式，運用多元評核，透過對學生日常生活同學習嘅觀察，建立學生個人成長學習檔案，掌握學生整體嘅學習表現。評核嘅整體分析可以改進我哋嘅教學，令教學同評核相輔相成。老師用專業、愛心同家長一齊共同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喺貫徹我校嘅辦學理念下，從幼稚園開始，透過15年嘅教育，培養學生紮實嘅能力，創造屬於佢哋嘅幸福美好人生。